歡迎使用 Halo 2.0 App 使用教程。首先，請下載 Halo 2.0 App。用手機登記及輸入驗證碼。你可以切換語言。如不是企業客戶，請充值並確保戶口有足夠金額啟動充電。按中間鍵去啟動充電。插槍後掃充電樁上的二維碼。選擇充電計劃及選有合適的優惠券。確認支付及啟動充電。等待一下，充電馬上啟動。充電過程中，你可以查看充電功率、時間等。在充電中，你可以隨時按中間鍵查看充電狀況。當你要離開，你可以隨時解鎖拔槍或通過停止。確認停止充電後，充電會馬上結束及完成結算。你的戶口金額也會在完成後扣除本次充電費用。請在指定時間內拔槍，放回充電插座及駛離充電車位。